后来又继续来看政府的政策，要来台湾的印尼移工暂停引进2礼拜，这是互真需要外籍看护的家庭真困扰。劳动部长柯明春讲，目前已经有其他新南向的国家表达要进口移工的意愿，希望明年双方都会当来合作。短期内就先以国内的照护员为主，另外这个年限到期的移工，嘛会互因延长时间。 印尼疫情严重，来台湾的移工暂停2礼拜未当回来，超1000外移工受到影响，嘛互需要外籍看护的主人头壳摸里烧。目前有针对有意愿的新南向国家哈，我们已经跟他开过2次会，好，那大家的合作意愿，那我们将会成立这个小组，好，那希望在明年能够签 MOU。那我想从扩展新的来源国，让人力的来源能够更多元。等到明年恐惊就收班啊，短期内欠人到底是要安怎补？国内的照服人员的人力啦，移工年限已经到了，好，那我们目前其实之前已经延长到明年3月17了哈。那如果有必要，我们可以再延长。到2月之期，台湾的看护和外籍看护，因为薪水差个这。他本来就已经申请到的是移工，外籍移工已经要进来了，这是确定的案例的。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它停住了，以至于你没合本国的，那这有没有政府要介入？所以会有补助。未来会朝这个方向去处理。劳动部强调，因会阁想办法，不过配套还未做好，加上印尼疫情这么严重，什么时阵才会当进口移工，也唔知影。互有需要外籍看护的民众，当然会当先想其他办法。